南非呢5個地方一定要親身去一次。想去非洲冒險，睇野生動物，食鮑魚，打卡世界級奇觀，食玩假期南非8天團，香港領隊全程跟足，安心又盡興。第一，卓山包成咗360度旋轉吊車上山，開普敦全景一望無際，仲有機會見到厚密嘅雲層緩緩覆蓋喺平坦嘅山頂，極為震撼嘅雲海步奇景。第二，好望角包來回纜車上燈塔，凝望住壯麗嘅大西洋同印度洋交界位，令人想起幾百年前探險家麥哲倫嘅船隊首次環繞地球嘅探險之旅。第三，比林斯堡野生動物保護區，我哋會坐住4驅車去追蹤最出名嘅非洲5把，包括獅子啦、大笨象啦、犀牛啦、花豹啦同埋水牛，仲有其他大型嘅動物會喺你面前經過嘅。入住叢林度假酒店瞓住覺啊，都可以聽到野生動物嘅叫聲啊。第四，海豹島加企鵝海灘，幾千隻海豹曬太陽，再睇住非洲企鵝搖搖擺擺，大人細路都中意嘅。第五，鴕鳥園加鮑魚養殖場，親身餵鴕鳥，企上鴕鳥蛋嗰度，即場試食新鮮鮑魚，食玩體驗雙重享受。嗱，我哋仲有維多利亞海濱度假區啦、文化村啦，美食咧就有原隻龍蝦啦、南非鮑魚啦、珍禽野味燒烤宴、傳統非洲晚宴。嗱，開普敦咧，我哋係3晚都連住埋同一間酒店嘅，又唔使搬行李，交通又舒適，仲可以選擇航空界奧斯卡、新加坡航空公司，機上仲有免費 WiFi 添，或者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出發。嗱，我哋全程嘅門票咧都包晒嘅，名額有限，快啲打報名熱線或者 WhatsApp 報名，仲可以去埋分行同埋我哋嘅網站都可以報名嘅。記住，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。